OK OK，真係 OK。各位旺角嘅街坊，各位旺角朋友，大家好。咁就話説，我叫做新文馬車，咁就點解拎住支咪喺度講嘢呢？其實就咁樣嘅。前幾日啦，我同我朋友踢波，咁呢，好日都唔踢波，一踢波就出事啦。就當我去進攻臨射波，俾對方守龍門就膝頭哥釘石食斷我睾丸個位置上5寸下5寸，咁就冚衰條賓周。嗰陣時好痛好痛好痛，如果個痛楚係10級嘅話呢，我應該係20級㗎啦，痛到應該，痛到應該係眼淚水都飆埋。佢真係咁啱，我知佢冇心嘅，佢成個膝頭哥咁樣，我諗翻起都覺得作痛。咗條賓周之後啦，我朋友就幫我開咗白車。開白車之後，啲救援嚟到就幫我去包紮啊，跟住送入醫院。咁經醫生初步診斷之後呢，就發覺我輸精管斷咗一半，但係呢，即係又唔係好急切要佢醫嘅。咁但係多謝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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咁就其實我都未講完，你就咁快支持我。我即係講翻正題先，去醫院嗰度，經醫生初步診斷，發現我輸精管斷開一半，其實唔使咁埋㗎，就影響我日後嘅生活能力。但係就咪嘢 check 咗嗰粒睾丸，發覺係腫咗幾 cm，紅咗啲嘅。但係其實而家都冇問題，即係有少少刺痛。即係譬如話龜頭有啲滲血咁樣咯，但係呢一個手術真係有啲昂貴，即係真係一個咁普通嘅年輕人，真係冇可能做到一個咁嘅手術。即係佢就話要去英國做一個輸精管嘅接駁手術，我真係好希望旺角嘅街坊市民，唔係必我嘛？好希望旺角嘅朋友，我伸出援手，即係可能啲能力點啊，點都好啦。即係我真係好需要呢一筆，即係呢一筆嘅費用去做呢個手術，即係需要呢一筆醫藥費。即係我而家都好需要一個性無能，即係下面真係冇實感覺。以前呢，即係我見到靚女都會話。即係旺角行過，見到間傾都會話車下田咁樣嘅。即係依家俾人哋踢過條賓周之後呢，係咁打，係咁打，真係冇感覺㗎。即係我真係覺得好痛，即係男人最痛嘅嘢，搞到咁嘅嘢。但係點解我做咁厚面皮，咁不知廉恥，即係好似有人燒者。即係俾錢我去英國做手術咧，其實我覺得，即係我唔睇薄情唔情咯。其實我覺得唔係話希望你施捨我咁樣，即係希望自己真係憑自己嘅努力，換出你嘅贊同，換出你嘅支持，換出你嘅鼓勵。真係賓周對我真係對男人真係好重要，重要到今日我可以拋開呢個面子。過嚟呢一度，多啲錢，捐下錢啊咁樣，真係咁樣斷咗輸精管斷一半之後，咁點算呢？醫生就叫我揾啲英圍封住先，再唔掂就揾啲牛皮膠紙頂住，梗係講笑啦咁樣，冇計，即係射唔到精咯，即係輸精管斷咗，但係。就冇話真係，即係好急切，即係危害到生命嘅。但係我暫時又冇咁足夠醫藥費，所以我真係好希望，即係男士又好，女士又好，能夠體諒我，即係體諒我醫生。哇！真係下面依家性無能，
真係好需要好翻呢個輸精管接駁手術，或者旺角好多人，你哋可能會懷疑我嘅能力，但希望你哋唔好質疑我嘅努力。我今日真係拋一切過嚟呢度，真係好希望可以講出我嘅當日嘅受傷經過、感受，做一個抒發。我可以同你哋講下我生活歷程啦。我真係，如果我嗰日知道咧踢波會俾人踢爆條賓州嘅話咧，我真係唔會踢咯。我真係唔會踢咯。如果踢世界盃咩？踢下波，而家斷咗輸精管，斷咗真係。我真係唔知今後點算，點樣面對我女朋友？即係邊一個女人可以忍受到一個男仔係有賓州而冇賓州，係條輸精管斷咗一半係斷咗冇用嘅，冇辦法提供精子，冇辦法生育下一代。我有時真係發生咗呢件事之後，我真係諗過死過去，即係諗過跳樓死咗佢，諗過鐵割脈死，諗過燒炭死，諗過就咁行出大馬路俾車撞死。但我諗深一層喎，其實性無能啫，即係打最多咪打唔到飛機，有乜打波幫唔到嘢，有乜大不了啫？即係堂堂男子漢，冇呢一樣嘢，仲有好多樣嘢係值得我生存嘅理由咯。例如我身邊有一班不離不棄嘅好朋友，好多謝你哋。有時知道咗我發咗呢件事啫，下體重床，你都冇笑我，不斷俾鼓勵我，不斷俾支持我，即係都激勵我。話我過嚟旺角講自己嘅受傷經過、受傷歷程，我覺得啲都唔可恥，一啲都唔白痴，一啲都唔好笑。即係我可能而家會有人會嘲笑我呢個傻仔，踢到踢步，條賓州傷咗，條輸精管斷咗，仲要喺度攞住個大聲公同全旺角嘅市民講自己嘅慘況。咁咧，我真係好多謝我身邊呢位朋友啦，而我一位女朋友啦，佢知道我斷輸精管之後，佢真係冇離棄我。呢一刻我終於知道愛係乜嘢。愛係當你身邊一個人可能遇到一啲逆境，遇到啲慘況，佢唔能夠面對，甚至連你都唔能夠接受嘅時候，但係你都會鼓勵佢，你支持佢，而唔係對佢一沉百踩。即係嗰個人啊，依家唔掂啦。即係對佢離佢而去。今次呢件事之後，我知道咗身邊邊啲真正當我嘅朋友，嗰啲先真正嘅朋友。多謝屋企人，啱都有哥哥聽完我之後，都即刻俾錢我，捐20蚊俾我，已經足夠啦。其實好足夠啦，我真係好感動，hello，咁就啱先嚟嘅朋友，即係唔知發生咩事啦。點解無厘頭有個男仔喺度拎住支筆喺度係咁喺度講？我再講一次啦，就係話咗幾日前去踢波，好日都唔踢波，一踢波就出事啦。咁就話説喺我進攻嘅時候，準備衝力射球嘅時候，我同門行出嚟，失用佢膝頭哥，
上五寸下五寸撞正嗰條賓州，我講都覺得好笑，我講都覺得好笑，真係，即係真係踢波踢到咧，即係揞住，真係揞住，嘔埋啲白泡，真係痛到眼淚水都飆埋，咁我即刻 call 白車嚟有，即係我即刻送咗去醫院，經醫生初步診斷之後咧，我發覺我條輸精管斷咗一半，係輸精管斷咗一半，唔係條賓州斷咗一半，係條輸精管斷咗一半，即仲有得救嘅，不過咧就麻煩啲咯。即係睾丸都係紅咗同埋腫咗，一段時間內都屙尿都有啲問題，即係有時都會有少少赤痛，譬如話所以佢就建議我真係英國做一個好專業嘅輸精管接駁手術，咁但係點解香港做點解唔得呢？佢就話香港做冇咁好，咁就所以先咁厚面皮過嚟旺角。喺咧求醫藥費可唔可以講俾啲？如果你即係有錢出錢，咁有力出嚟咁樣支持下啦，咪即係我真係好需要你支持，我唔係扮嘢，真係我真係冇晒感覺，打唔到飛機，冇性慾，見到靚女都咁樣咧，我下半世都唔知點算。咁所以咧，真係好希望我嘅交朋友真係，即係唔係博你同情，希望你哋伸出你哋嘅援手，即係你嘅能力所及支持下，同埋真係積極咁籌緊醫藥費，因為我喺度，如果我再唔理佢，可能會不斷咁惡化。到一個無可挽救嘅地步，到時真係醫翻好多嘥醫藥費，真係嘅。我以前咧唔飲可樂㗎，知唔知點解啊？因為之前睇啲藥，即係睇關於啲健康嘅節目，話飲可樂啊、西芹啊會殺精子，所以就真係。以前真係唔飲可樂㗎，好慘啊！前幾日踢波咧，俾人撞喺條賓州，斷咗條輸精管，有心，咁就以前唔飲可樂㗎，因為殺精，所以只係驚打唔到飛機。咁因為我屋企